台湾人的文化节日，对光复节讲起。讲到台湾的节日，就食薰免点火。前到呾，咱台湾的文化节日，拢毋是台湾人家己制定的。10月25是官方的光复节，实际上却是台湾再沦陷日。日本人战败离开台湾，中国国民党政权对中国转进来占领台湾，害咱到呾要继续受殖民统治，苦难无煞。若真正要讲，台湾光复节嘛应该是8月15，日本投降迄天才对。咱应该来设计真正属台湾人的节日。大先，一年中要爱有几个节日？请大家先想看卖。过来，有啥物特别的日仔会当做咱的文化节日？下面我讲几个意见，请大家做伙来结头壳。正月初1是世界性的节日，咱趁世界人安尼过就好。旧历过年是农业社会的记号，保留一天做纪念。即马较袂着就休8天、10天，互大家下性命食、啉、跋甲wat岁，上时嘛甲世界断线，无通甲世界连接拼经济，实在无道理。2月21是世界母语日，咱甲定做母语节，提醒咱保护得要灭绝的台湾母语。清明节改名陪亡节，放伫2月28。青年节上赞的选择绝对是3月18，就是日头花运动纪念日。教师节应该纪念林木生博士，伊是台湾头一个摕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人。伊的老师世界出名的John Dewey，叫伊留伫美国遐做教授。毋过，林博士坚持要转来教育台湾囡仔。伊的博士论文有2个特别的论点：第一，人格尊严；第二，公共性。伫迄个日本殖民统治的年代，即款愿望实在是空思妄想若定。到2017年的今仔日，按本土语言受重视的程度来看，即2项理想嘛犹无真正做甲到。看前一阵仔文言文甲白话文的论战就真清楚。所摆讲，咱应该甲先知先觉林木生博士的生日10月30定做台湾教师节。阁有医生节，蒋渭水还是赖和医生，拢是真赞的参考人选，通用因的生日来纪念。另外，嘛应该考虑原住民的节日，亲像莫那鲁道的生日、客家的田泉日，来创造咱家己的感恩节。为着要安慰战后对中国来的移民，几个上汉文化的节日，亲像中秋节甲重阳节，咱嘛会当保留。顶面是我个人的想法，请大家斗阵来思考。特别毋望文化部做伙来策划。台湾人当然爱有家己的文化节日，